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前2日啊，我去我知己的遐泡茶，你就知我一个知己的好朋友，伊的名原来一日国，原来艺界的前辈，我拢叫伊江国的。我讲江国的，你哪油头壳面？伊才甲我讲，吼，我最近吼去撒着一个油气的，结果吼真正拢无了解伊的心理。较想都毋知影少女咧想啥，三无鸟仔问。哦，讲到即句三无鸟仔问，我真今日招你来研究，讲几句啊，甲问有牵连的台湾话。三无鸟仔问，意思讲三无长，毋知影代志安怎样变化，无毋对。毋过真侪专家咧研究，讲实在这是过去农村时代，咱知影讲，行到倒位田林、园林，包含讲溪边，拢有搭迄个寮仔。结果因为日头落山，暗淡无路灯，要倒转去到寮仔的时阵，三无寮仔门。迄间寮仔的门你三无啦，毋过吼，三无寮仔门，因为时代咧变迁，农业时代已经进展来到工商时代，连工寮、草寮人嘛罕得看，所以变做讲三无寮仔门。啊，毋过解说意思拢也佫原在，就是讲真正无了解伊的心理，无了解讲代志安怎样变化。啊！我听着我即个知己的，即个国啊，江国的安尼咧讲，我讲吼，啊你咧追求即个少女，你是有做啥物款的准备拍算甲动作上？有哦，人我拢穿甲足生毛，生毛，原来甲问有牵连的台湾话，毋过这话音呢，咱知影即句算现代笑话话，意思就是话音华语一句话讲时髦。穿甲吼安尼真现代款、真流行款，结果台湾话人毋讲时髦啦，调感觉讲走抓去，讲穿甲足生毛的啦。我讲对啦，江国的虽然讲追求少女穿哦生毛有好无歹啦，毋过人伫咧交往，真靠是靠一个真心呢。你若干那要靠外观，要装谈甲安尼真飘撇，你无去了解人对方的心理，早晚你会亲像脏水好神共款。啥做脏水好神？这个客家话，脏水好神就是讲歇伫脏水顶头迄只好神，较食到脏水的门。安尼讲哦，这食毛，生毛的毛，食毛的毛，食到脏水的门，就是讲食无，就是讲哦，干那靠外观要追求少女，你无怪会食毛就对啦。